各位蜂巢電視嘅觀眾成員，大家好，我係蘇浩日主席。10年前嘅9月23日喺台灣係一個特別嘅日子。喺2007年嘅9月23日，台灣嘅御宅族第一次上街遊行，爭取佢哋嘅權益。2007年9月1號，一個台灣綜藝節目涉嫌抹黑、誣衊御宅族以及佢哋嘅生活習慣同喜好，引起咗軒然大波。有好多嘅御宅族都對此感到極之憤怒，佢哋認為電視台此舉係打壓次文化同埋有關人士嘅生存空間，因此佢哋團結一齊嚟到電視台總部大樓嘅側邊示威抗議。佢哋收集咗3000名同好嘅簽名，交俾電視台嘅高層，表示佢哋對於呢一個節目嘅不滿。我哋身處喺香港，但係我哋同台灣當地唔同嘅人士，亦都係面臨同樣嘅處境。無論我哋作為次文化嘅人士，定係作為年青一代，同其他嘅世代有隔膜、有摩擦，有各方面嘅唔協調之處，我哋都需要一一面對。我希望成員可以喺本台嘅工作，又或者喺其他嘅層面克服呢一啲嘅難題。我哋可以以10年前台灣嘅前輩作為學習對象，我哋可以將佢哋嘅精神繼續繼承落去。我哋可以為呢一個社會用唔同嘅方法貢獻更多。我希望各位可以向10年前台灣嘅御宅族學習，佢哋絕對唔係一班願意屈服喺主流或者一啲表面上好權威嘅人士所定下嘅框架入邊。相反，佢哋絕不認命。呢一份嘅精神係我哋自從開台以嚟一個維持本台屹立不倒嘅重要理念。希望各位，無論你係成員定抑或係觀眾，聽完呢一番嘅説話之後呢，除咗係去了解翻當年呢一件嘅事件之外，亦都係用同樣嘅心態咧，去到面對一切喺次文化或者喺世代嘅衝突上面所遇到嘅問題。多謝各位。